选举要到啊，四界拢有假消息在传。美国媒体就报道，有超过800个网络的假消息要影响咱台湾的选举。咱的国安局今年嘛已经通报要到700件假消息，法务部嘛起诉15件妨害选举，有40个人互收押。另外，伫咧家人佫传出有一个里长敢若遭传去中国接受交代7套6工，即马警方嘛已经申请甲即个里长羁押禁见。 非常多，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就好了。确实去查证，假讯息不是现在就有，只是说现在因为科技的发达，它的传播更容易，它的成本更低。自己都会希望说，最后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。民众讲假消息四界拢有，大选瓦紧啊！美国媒体引述社群媒体小户分析公司的报告，讲有超过800个假消息牵涉到对台湾的消息，想要影响台湾2024的大选。今年到即马，国安局已经通报将近700件假消息到各行政单位，尤其是假消息若是符合恶假害这个要件，会通报行政院相关的部会进行即时的赔回。针对假讯息的查或查处，主要的原则是在于那个假讯息必须是恶、假、害。法务部嘛严查妨害选举的工作，到即马受理妨害选举案件1621件，妨害选举案件起诉15件，羁押40人。境外势力介入选举的部分，反渗透法分案17件，29个人；境外资金介入选举分案37件，96个人。今年的选举查的这个羁押的总人数，到目前为止是40人，比较109年的中央选举羁押人数高达有5倍之多。境外势力介入选举，基隆地检署接到情报资料，基隆市信号的里长招其他的里长亲友拢总33人，到山东省6港5暝，甲人5500，尾也阁退还人民票1000块，这个行程都哪亲像免钱。检方13团29个人到案，询问了后认定信号的里长甲姓郭查甫人2人涉犯反渗透法等罪嫌重大，姓郭的里长有消灭证据的代志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姓郭查甫人入地10万块交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